嗯，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古學金融平台嘅許光明老師，今日隆重咁同大家介紹一門新嘅課程，叫做宮廷秘傳導法初級班，授課老師咧仲係許光明老師。點解話要隆重咁同大家介紹呢個宮廷秘傳導法班呢？係因為喺古學金融平台，大家都學過我嗰個道家法術班啦、法術奇門啦，同埋華光大帝法呢三個班。咁有呢個三個班嘅基礎之後呢，我呢個宮廷秘傳導法究竟係講啲乜嘅呢？因為上邊嘅幾門課程呢，大部分主要係講點樣畫符，點樣去練咒語嘅。宮廷秘傳呢個導法班呢，佢主要嘅係將道教法術全部要做嘅嘢講晒俾大家，教識晒俾大家。比如話，我哋使用呢個宮廷秘傳導法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唔單單要念咒畫符，仲要咧配合啲手訣，即係手勢，仲要配合啲步法，仲要配合一啲風水陣法，甚至仲要配合擇日，即係幾樣嘢溝埋一齊去解決某一個問題，或者話幾樣嘢溝埋一齊去達到某種願望，所以佢係一種全套嘅道家法術嘅操作流程，教俾大家。咁呢個宮廷秘傳道法咧，以前咧淨係喺皇宮、皇親國戚呢啲範圍傳播嘅啫，喺民間咧就好少傳播。佢喺宋朝就開始有噶啦，一直喺元朝、明朝、清朝啊，因為元朝、明朝、清朝佢基本上定都係喺北京噶嘛，所以喺北京個圈子入邊咧，就形成咗一種專門係服務於皇親國戚嘅道家法術啊。咁呢一派嘅道家法術咧嘅特點係乜嘢咧？第一個係簡單直接見效快，唔囉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因為佢係面對皇親國戚嘅，所以佢嘅法術咧喺施展起身咧係講求呢個步驟嘅，一步一步咁樣去嚟。第三點咧，佢使用嘅一啲道具咧，一啲用品咧，都係非常之有講究嘅。比如話會用到一啲藥物啊，會用到一啲金銀首飾啊等等呢啲，非常之有特色嘅一門學科嚟嘅。而且咧喺民間咧唔係好多人識嘅，我知道喺大陸咧識嘅人都唔超過100個嘅，咁我都係其中一個。我都多謝我嘅師傅當年教我呢個法術。咁我哋具體講下呢個宮廷秘傳導法係講啲乜嘢嘅？點解宮廷會有呢啲道法流傳落嚟呢？係因為喺宋元明清呢啲皇帝呢，佢哋都學法術，甚至呢，就算佢唔學法術，每年定時定期都會拜祭一啲神仙嘅。比如話呢個《清史稿》呢本書入邊《禮儀志》入邊有記載嘅，春秋仲月，即係春天第二個月份或者秋天第二個月份，歷代帝王咧就會受到拜祭。咁喺拜祭歷代帝王嘅時候咧，關聖帝君文昌帝君都會俾皇帝去拜祭嘅。所以皇帝咧會經常去封，皇帝會賜封呢啲神仙嘅名稱。比如話喺呢個文昌帝君皇帝係經常拜嘅。仲有咧，我哋頭先所講嘅關聖帝君，
關聖帝君喺明神宗嘅時候，即係明朝嘅時候，就俾加封成帝，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晉，天尊關聖帝君係一個帝王。即係古代嘅皇帝咧，佢會學法術，如果佢唔學法術嘅咧，平時佢都會去拜祭呢個文昌帝君啊，關聖帝君。所以咧喺成個皇宮入邊咧，就以前就叫大內咧。大內侍衛大家都明啦，喺大內入邊咧都好多師傅係識得法術嘅，所以我教呢一套咧，即係喺宮廷入邊好多師傅皇親國戚會用到嘅一啲法術。仲有呢個清史稿禮儀志入邊有記載咧，都有記載呢個真武大帝嘅啊，其北極柔聖真君，東嶽都城王，萬壽節祭之，皇帝都會拜祭佢嘅。仲有呢個媽祖啊，即係我講過天后啊，天后娘娘。1684年，清康熙23年，封天后並列入國家祭典，進行春秋祭祀。媽祖靈驗無比㗎，媽祖呢邊咧，我喺呢個宮廷法術班咧，都會教俾大家一啲媽祖方面嘅法術，文昌帝君嘅法術，真武大帝嘅法術，同埋會教一啲關聖帝君嘅法術俾大家。仲有咧，喺古代嘅皇家祭祀中，為醫學做出個巨大貢獻嘅醫生，死後咧位列先醫祠。咁喺有明確道教身份嘅人，嗱呢啲醫仙咧，其實都係道教道士嚟嘅啊，孫思邈啦、郭洪啦、啊華佗啦、張仲景啦等等等等，啊仲會拜祭城隍啊、太歲等等，即係話嗱，我同你哋講嘅就係呢啲全部係有出處嘅，全部都係有出處，唔係亂講嘅。即係話喺皇親國戚入邊，喺宮廷入邊係流傳住一套非常之有用嘅法術。咁呢一套法術佢有啲咩特點咧？喺呢度講下。我頭先咧喺開頭都講過嘅，我哋以前學嘅法術啦，基本上都係念咒語啊、畫符啦，然後咧又帶呢道符或者貼呢道符或者燒呢道符啦。咁喺宮廷法術入邊咧，我哋用咒語嚟畫符，一般畫喺邊度嘅？畫喺手掌入邊，畫喺手掌入邊，畫喺手背上邊，然後咧再配合手部嘅動作啊，再加埋啲步法，咁啊達到一啲驚人嘅效果。其實呢個係宮廷秘傳法術嘅一個特點，唔單單係唉畫道符落個符紙嗰度先用啦，仲可以咧將啲符畫落個水嗰度，畫落個手嗰度，然後通過手部嘅動作、腳部嘅動作啊進行呢個使用，發揮呢個更加方便直接嘅效果。比如好似呢一個叫做呢個改變人際關係嘅法術，改變人際關係嘅法術就體現咗有符、有咒語、有動作、有呢個腿法、腳法、腳步啊一個特點啦。比如話，我哋要改變一個人際嘅關係，即係你想對方對你好啲，或者你想轉變對方對你嘅睇法，就可以用呢一招啦。點樣用咧？你遠遠見到對方就得噶啦，遠遠見到佢，又或者你知道佢喺隔籬呢個房都得嘅。啊，只要你確定佢喺隔籬呢個房，或者喺樓上或者樓下，你確定佢喺度，或者遠遠喺村頭或者街尾望到佢，就可以用噶啦。啊，點樣用咧？先念咒語，豔陽之父，孤虛之良，雷霆天將，與我主張，君臣相敵，勝者為強，搏氣相交，服者為良，令符掌中，誰人敢擋？吾道死逆，道亡傷，吾傷吾者損，愛吾者昌，奉九天原理，聖祖道母，人君戚令。你睇呢啲咒語都充滿咗霸氣。
充滿咗霸氣。所以話呢啲咒語都唔同嘅，同你平時嗰啲咒語都唔同，充滿咗霸氣，與我主張，勝者為強，誰人敢擋？啊，傷吾者損，害吾者昌。啊，呢啲咒語都充滿咗霸氣，充分體現咗宮廷嘅一種特點，宮廷法術嘅特點。念完呢個咒語之後咧，用右手劍指對住個左掌心畫符，畫呢三道符：魚兩個夫，魚有牛，魚三隻耳仔，重疊咁寫落個手掌嗰度。然後咧緊握左掌，然後咧開掌朝對方嘅頭部放過去，咪打過去。即係你要想象住你手中嘅符打入去對方嘅大腦嗰度。唔一定見到對方，你只要確定對方喺隔離房或者喺樓上或者樓下，都去打佢啊！如果喺街頭或者街尾見到佢，你又去遠遠咁打佢。打佢嘅時候咧，要想象佢越嚟越好啊！佢對你越嚟越好，改變佢對你嘅睇法，使對方主動咁扶持你嘅工作，即係使對方變成你嘅貴人。點解有呢種方法咧？因為喺宮廷入邊咧，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係好巧妙啊，係好巧妙嘅，所以咧佢哋就會去諗計咯，去玩下呢啲法術啊。第二個特點係咩咧？巧妙咁利用中藥配方，仲有擇日擇時啊，再加咒語同符咒，達到某種目的啊，就好似呢一個宮廷秘傳吹指法啊，我呢度就保密啲。啊，頭先呢個咧就你哋可以學噶啦，改變人際關係法可以學嘅。呢個宮廷秘傳吹指法咧，我喺初班教你哋啊，喺公共課程我就唔教你，一大概話俾你聽係點樣做嘅咧。首先係根據有個藥方啊，根據呢個藥方準備好呢啲嘢啊，同埋畫好呢三道符。啊！呢三道符有貼嘅，有貼嘅，有帶嘅，有飲嘅。畫好呢三道符一齊埋喺或者放喺床下邊，同時咧飲另外一道符啊，飲呢道符，飲呢道符。如果再揀一個日子啊，呢啲擇日嘅方法我都會教嘅。每一種特殊嘅法術需要擇日嘅方法，我喺課堂上都會教俾大家。通過中藥嘅配方，通過擇日擇時，通過中藥嘅配方，通過擇日擇時，通過咒語同埋達到某種目的。呢一種做法又係宮廷法術嘅一個重大嘅特點。你喺出邊係好多師傅嚟學到嘅，好多門派都冇呢啲嘢嘅，唯有宮廷派先有。因為宮廷派佢以前係對住啲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佢哋有錢。啊，有錢有時間有勢力去做呢啲嘢，所以咧就會用到中藥啊、擇時啊、咒語啊、畫符啊、動作啊、腳步啊等等呢啲去達到某種目的。因為咁多嘢溝埋一齊去解決某一個問題咧，係好容易見效，係好容易見效。呢一點一定要請記住。我喺呢個宮廷秘傳道法咧，我會開放好多呢種有用嘅藥方俾到大家，啊，仲有好多有用嘅日子俾到大家，啊，勝過你哋學好多符，其實學咁多符冇用，冇咁好用，倒不如學啲藥方，啲擇日嘅，學啲動作，嗱，學啲畫喺手上嘅符，更加直接見效，單明了，唔使搞到咁複雜。咁宮廷秘傳道法初級班教啲咩內容呢？以前學過風水命理預測班嘅同學，我要通過學習進一步提高自己嘅預測同埋調理能力，注重呢兩個能力，進一步提高你嘅預測同埋調理能力。我都有教預測嘅，比如話第二堂課又教預測啊，有冇撞鬼撞邪、陰陽二宅風水好唔好啊？
嗰啲唔三唔四嘅嘢有冇嚟啊？有冇嚟到你身邊啊？有冇喺你身上啊？用六爻去出，呢啲全部都係你學過六爻嘅同學都唔一定識，喺呢度你又學識啦。基礎知識係講啲咩嘅咧？你唔好話呢啲基礎知識冇乜用。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要畫扶腳嘅時候，究竟畫邊種扶腳？究竟畫邊種扶腳咧？喺呢一堂課會話俾你聽，任何一道符你都去加一啲扶腳、扶膽落去嘅，但係唔係隨便加嘅，係有目的性咁樣去加嘅。喺第一堂課主要係教你哋將呢個扶膽、扶腳點樣加落去，先至使到呢道符更加有用。喺第一堂課會教，因為你識得呢個方法之後咧，你去將你識得嘅符都加啲扶腳落去，增加呢個符嘅威力。第三堂課。驅邪退煞法，你啲同學問有咁多驅邪退煞嘅咩？我唔想學呢啲，我淨係想學催財。但係你人嘅身上如果係有煞氣存在嘅，你唔係諗計退咗佢，點催財都催唔喐嘅。就算你係知道身上有煞氣，你唔識得用起煞呢個方法呢個好緊要，唔識得用起煞呢個方法，你整極都整唔甩嗰啲嘢嘅。啊，就算你係夾硬整甩咗佢咧，佢好快又翻嚟，因為你唔識得用起煞呢個方法，要將佢起底起出嚟，咁先至懟得到佢嘅。你唔將啲煞起出嚟，佢又匿埋咗，你點樣懟得到佢咧？第四課改運就教咗呢個婚姻和合、催仔同埋瞓得唔好嘅辦法。醫病咧，呢個外單醫病法係教一啲藥方。偏方俾到大家，啲藥方偏方俾到大家，非常之有用嘅。五類醫病法同埋起死回生法咧，呢個係靠自己修煉嘅，所以第五堂課會教啲自己會修煉下啲嘢咯。仲有呢個宮廷秘傳呢個神像開光法，呢個最勁嘅一個開光，最全面嘅一個開光，好多步驟，普通嘅門派咧都冇嘅，係宮廷有嘅一個神像開光嘅一個方法。第七步，好多同學中意練內功嘅、來歷嘅、內功嘅、來歷嘅，咁喺呢個課程就會教到噶啦。特別你陰泉師傅召喚法，可以使到你發夢夢到一啲高深嘅法術發夢會夢到有啲師傅教你一啲高深嘅法術呢一點非常之值得學習嘅。第八堂課，如何克制邪法？學法術你唔去搞人，人哋搞你，點算呢？用呢個方法去搞翻佢，用呢個方法去搞翻佢咯。又教一啲搞人嘅法術，整蠱人嘅法術，以前冇教嘅，有宮廷道法會教呢啲搞人嘅方法，搞人嘅法術，整蠱人嘅法術，同埋防止俾人整蠱嘅法術。所以呢個宮廷秘傳道法初級班係非常之適合每一個對法術有興趣嘅同學嚟學習嘅，因為佢係全面咁展示咗法術嘅魅力，有念咒，有畫符，有手勢，有步法，有擇日，有風水，有藥方，有自己修煉嘅方法。佢係將成套道教嘅嘢全部都展示出嚟俾你都將每一個步驟，頭先所講嘅七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有啲法術教俾你哋，等你自己去用達到咩目的咧？護身、保平安、健康、家庭幸福、揾到錢。咁許光明老師係個點樣嘅一個老師咧？點解會教呢啲嘢咧？係因為我都係一個正一派教員，即係話我係喺大陸攞證嘅一個道士嚟嘅，我喺大陸攞證嘅一個道士嚟嘅，唔係隨便人哋嗌嘅道士，係喺國家備案因為我自己係67代傳道弟子我師傅嘅師傅就好勁噶啦，喺龍虎山呢個就唔做廣告你哋自己
喺龍虎山查下我就知道噶啦。我係呢個陽谷風水流江東一脈39代嘅傳人，即係我自己都做法事睇風水嘅，又係國家呢個認證嘅心理諮詢師。咁我平時咧係一般都係帶下徒弟啊，嗱，我帶好多徒弟嘅。夜晚啊呢度見唔見？夜晚都帶徒弟嘅。呢度咧日頭又帶徒弟，夜晚又帶徒弟。我唔帶徒弟咧，一般咧都上門啊，去人哋公司啊、工廠、屋企啊，替客戶啊做法事啊，調風水啊。晚上咧有時咧就會喺平台嗰度教學。所以你哋我講咁多嘢咧，即係話你哋只要報名許光明老師嘅課程，實冇錯嘅。因為我做呢行做咁多年，我唔單單有理論，我仲有大把嘅案。所以咧，你哋如果係有興趣嘅同學咧，啊，歡迎你哋到時點擊我哋嘅鏈接進行呢個報名啦。唔該晒，thank you。